講一個你可能唔肯去相信嘅真相，唔理係友情定係愛情，有一段長久嘅關係突然間結束，呢個時候就係你命運喺度發生緊好大嘅變化。你覺得呢個係人為可以決定㗎嘛？唔好再同舊人聯絡，係你人生持續變好嘅辦法。各位有緣人，你睇你滿地嘅落葉，大樹都已經放手啦，你仲喺度執着乜嘢呢？一定要減少同過去嘅磁場再度交集，嗰度已經會有你再需要嘅嘢。因為舊嘅人舊嘅事已經開始幻滅，呢就好似落葉，好似花瓣已經跌落塵土，過去因果已經將佢嘅意完成咗啦，進入咗下一次嘅輪迴。所以當你有同舊人聯絡嘅衝動嘅時候，呢個都可能意味着你嘅運勢喺度走緊下坡。舊嘅人之所以稱為係舊人，就係因為緣分盡了啊！人咧強求你嘅緣分咧叫攀緣，而我哋要學識緊隨緣同埋惜緣。對於嗰啲已經走散又或者即將走散嘅人，唔好再過度去美化曾經嘅美好啦，影響你而家嘅決策啦。所有結束同埋死亡都係因為新嘅嘢要進入你嘅生活，盡管佢可能帶咗一啲動盪同埋不安，但係如果冇凋零，又點會有新生呢？生死本來就一體嘅，命運要給你準備一份大禮嘅時候，都從來唔會提前話俾你知，但係會讓你同磁場能量不匹配嘅人事物自然咁脫落。呢個就係冥冥之中嘅天意，亦都係萬物嘅自然法則。